歡迎大家收聽大齋期嘅聖言日糧。今日嘅經課係選自《申命記》第4章1節及5至9節。現在以色列啊，聽我所教導你們的律例典章，要遵行，好使你們存活，得以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上帝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看，我照着耶和華我的上帝所吩咐我的，將律例和典章教導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和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那一大國有神明與他們相近，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那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頒布的這一切律法呢？但你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在你一生的年日，這些事離開你的心，總要把他們傳給你的子子孫孫。這是上主的道。遵行上主的律法，使人心滿意足。申命記係五經嘅最後一卷。摩西喺佢其中敘述咗經過咗40年喺曠野嘅流徙，並且頒布咗由上主所領受嘅律例典章。最後佢被上主指示，只可以喺山頂向西方觀望上主應許賜俾以色列人嘅美地，但係佢無緣踏足喺呢個土地上邊。今日選讀嘅經文係摩西停留喺伯比爾對面嘅山谷，遙望迦南嘅美地，向以色列人作出咗語重心長嘅勸告，要佢哋遵守上主嘅律例典章。律例就係上主要求佢哋喺道德、禮儀同埋民間法律上面被詳細規定嘅法規，而典章就係實踐呢啲由法規所衍生嘅義務同埋佢哋當得嘅權利。以色列人若果要承受上主所賜嘅應許之地，就必須首先遵行呢啲律例同埋典章，而可以得到上主嘅護佑而存活。摩西知道巴勒斯坦其他國家曾經同以色列人有幾十年嘅接觸同埋衝突，佢哋知道以色列人信仰一位獨一嘅上主。摩西就借用呢啲國民對以色列人所守嘅律法嘅評論，向以色列人講明咗上主嘅律例同埋典章，既代表咗上主嘅恩慈以及公義，亦都係以色列人嘅聰明同埋智慧嘅選擇。摩西勸勉以色列人認清喺呢啲律例中所反映嘅上主。呢個上主係一個與人相近，喺人向佢禱告嘅時候就隨時臨近禱告者嘅上帝。呢位上主有別於其他民族所膜拜嘅嗰啲拒絕人靠近嘅神明。摩西更加解釋上主嘅律例典章係公義嘅法規，超越其他國家嘅標準。摩西論及上主嘅親近，同佢頒布律例典章嘅公義，係出於佢過去實在嘅經驗，係見過以色列人喺曠野流浪嘅期間，上主喺日間以雲柱，而喺夜間以火柱，又親臨喺約櫃之上，一直陪伴住以色列人。
呢位上主以公義對待聽從佢旨意嘅人，亦都施行憐憫俾其他國家嘅人，而佢並冇偏袒以色列人。例如佢曾經禁止以色列人侵犯亞捫人嘅地，喺申命記第3章第19節有記載過呢件事情。摩西反覆咁去勸告以色列人要謹慎咁回顧同上主同在嘅經歷，用心去思考所親自見過上主嘅恩惠同埋保護，而去決心隨從上主嘅教導，遵行佢嘅律例同埋典章，一生緊緊咁去記緊，以重溫上主呢一份仁愛同埋關懷，以及佢嘅公義憐恤。呢份與主同在嘅經歷同埋信靠，值得向佢哋自己以色列人嘅兒孫分享，成為佢哋一生對上主嘅頌讚以及感謝。喺摩西向以色列人勸導嘅說話之中，我哋發現一位令到佢信服嘅上主。呢位上帝呼召咗摩西，委派佢肩負重任，帶領整個民族追隨上主而得到新嘅國土，並且繁衍成為大國。但係摩西佢自己就係為咗嗰啲背離上主旨意嘅人，承擔咗冇辦法活着咁去踏足應許之地嘅後果。摩西雖然懇求上主俾佢過約旦河嘅另一邊，就係嗰個稱為美地嘅所在之處，但上主冇應承佢。摩西最後順服喺上主嘅旨意，喺尼波山上邊見過上主親自向佢展現以色列人所承受嘅土地，就安然去世。摩西為我哋立下咗一個榜樣，點去忠誠咁去服從上主，唔係滿足自己嘅所求，而係心悅誠服於上主嘅安排。盼望我哋亦都能夠深入咁認識呢位嘅上主，一生跟從佢，並且作佢嘅僕人，唔去計較報酬，因為完成佢交託我哋嘅責任，我哋就能夠已經心滿意足。喺度讓我哋一段去反省嘅時間。你有冇試過對未來感到迷茫，揾唔到前行嘅方向，而停滯喺失望之中呢？你最後係點樣去跨越呢個難關？你有冇喺其中發現到上主嘅引導呢？上主要你持守嘅生活法規係乜嘢？你知唔知道呢？你又願唔願意遵行，而作為信靠上主嘅見證呢？喺時候，讓我哋一齊同心禱告。主啊，求你指示我哋當盡嘅義務，賜力量俾我哋去切實咁去履行，又求你親自引導我哋，懷住信心去迎向冇辦法預測嘅明天，接受一切將會發生嘅事情，而深信你掌管萬有。我哋有你同行，心內就充滿住喜樂以及平安。奉主名而求，阿門。